比你包龙冲冲跳跳又来了！一班俺们来到台中市东市区，台里世界节目都安排当多精彩嘅内容咯。台舞台顶看到小后边嘅人发牌嘅样，系咪期待安定一下呢？大家小后边签名过来点，是希望本观众当舒适嘅表演。除了安尼以外，还有当为跳舞嘅团体带来一刚刚小菜郎嘅演出。接落来是陪阿南共下欣赏呢世界精彩内容咯。天主组上场嘅係色彩要啦，等於世界幼兒園小學別帶來精彩嘅客家童謠，讓妹妹18歲嘅舞蹈表演。组愛上場表演嘅係一剛剛小菜郎嘅歌舞表演，接落來是陪阿南共下欣賞小別帶來嘅表演咯。剛剛小菜郎。
新功国业，泰祥开启，耶！记得咯，这样开始开始，这样开始开始，系当温柔啦，错冇？慢慢进来念就少，进来进泰祥，进来进跳，你听到嘛？来。客家文化，江山传多代，源远流传历经传。温柔的。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向下打造新时代。精神哦。踏出来，踏出来。唱嘅。曲有两条，第一条是客家字体踏出来，第二条是片段。虽然呢两条本来原本嘅发音唔係C线唔係太補音，但是小朋友能用太補音嘅發音，用原來嘅旋律，用太補音唱出來。呢度嗰時嘅語字片片段對小朋友來講，其實佢當容易去了解講語順，去表達歌詞嘅意思，所以我就想寫了兩條。對暑假開始，佢就選一個歌謠嘅社團，就開始練，開始練。但是青梅，這樣開始練嘅時人較多嘛，錯嘛？對。到青梅嗰時，人慢慢見少，都留。較認真好，較很好，發音較正嘅小朋友，這樣留落嚟繼續。到禮拜六這樣嘅時，其實有啲，因為有啲人退出，有啲人佢入來，所以其實有啲片段就出來。但是今日3屆頭都冇做下去，錯嘛？年頭都有總係要參加，有時候我們發音不標準的時候，老師會叫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念，直到念對為止。還有那個我們音調不標準的時候，老師都會用手勢比，這樣我們唱的歌詞就不會太亂。老師都會教我們換氣，因為如果不換氣的話就會走音，要唱高音的時候就會唱不上去。3年生嘅學生其實，在教換氣的時候，跟某一天底嘛，教他換氣，所以這樣開始的是同一個吸氣的時候，他們會有小朋友是這樣子吸氣，這樣子。我就把嘴巴鼓起來，可是他那個氣就沒有用，對，所以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就是教佢講，你們明明要肚臍，要氣入來，唱歌嘅時用肚臍出力，用肚臍發聲，慢慢，我加到現場練習嘅時，同佢提倡用手勢同佢表示，我準備要太響了哦，準備要較溫柔哦，慢慢，佢都是在了解。那覺得今天自己表演打幾分？100分。我覺得全班都100分。因為我們平常練習都很認真，所以我們絕對會100分。唱歌真歡喜，歡迎大家向下唱。家境唱歌嘅方式，本身人嘅人主要是嚟學習自家嘅母語，同快樂度學習。接落來是陪人欣賞嘅人帶來嘅表演啦。